佢同周星馳簽咗5年約，淨係演咗10分鐘戲，攞獎嘅時候卻雙膝跪地多謝星爺。呢一季張之欣徒步演繹得淋漓盡致，無數人靠星爺一夜彈起，名利雙收，但大部分人只係將佢當做跳板，紅咗就單飛，火咗就傾條件，企穩陣腳就專登同佢劃清界線，甚至鬧佢不近人情，片場暴君。佢就係林子善。2023年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移師澳門舉行，湯元華同朱咪咪宣布最佳男配角得主嗰陣，仲未上台嘅林子善已經喊到成個人淚人。佢憑住隱形戰隊入面喬帶女呢個角色，力壓一眾對手奪得獎項。企上舞台嗰一刻，41歲嘅林子善做出一個令全場動容嘅舉動，佢雙膝跪地，五體投地叩拜。佢話：我呢一季係跪俾屋企人，多謝佢哋將我帶到呢個世界。跟住佢哽咽住講：其實我真係唔中意喊，我知好多網民唔中意我喊，但我實在忍唔住。3分幾鐘嘅多謝感言入面，佢逐個多謝曾志偉、周星馳、李力持、黃子華呢啲喺佢入行路上幫過佢嘅貴人。林子善喺台上動情咁講：我唔係 TVB 親生仔，但我當呢度係屋企，我流住 TVB 嘅血。呢一季講出佢同周星馳長達26年超越僱傭關係嘅深厚情誼。16歲結緣，星爺一眼睇中呢個街頭少年。時間返到1998年，16歲嘅林子善仲係屯門一個普通後生仔。佢中3畢業，本來想考消防員，先報讀咗航海訓練課程。班上同學覺得佢鬼馬幽默，偷偷幫佢報名喜劇之王訓練班，仲係佢手拆撕咗張相貼喺報名表度。林子善一開始唔當一回事，始終佢從來冇諗過做演員，直到有一日將報名表由書包跌咗出嚟，剛好就係報名最後一日，佢心諗都係去睇下大明星周星馳啦，先決定去試下。由屯門趕去廣播道，排隊嘅人已經長龍一樣。喺樂富轉的士見到咁長嘅人龍，差啲就放棄，係的士司機勸佢唔好白行一趟。面試第一部分見嘅係李兆基、田啟文同鄭文輝，表格要求面試者要男扮女或者扮動物，總之要同自己完全唔一樣。嗰陣古惑仔電影好紅，林子善有個朋友講嘢好搞笑，模仿賭聖入面秦沛飾演嘅紅爺，因為爛牙講嘢會漏風，林子善就用紅爺把聲去演繹，淨係講3句說話就入第2輪。見到周星馳、吳君如同李力持，佢繼續扮紅爺，扮2-3分鐘，又一字馬又搞氣氛，評判都冇叫佢停，最後佢自己先話我演完啦。當晚林子善喺舊同學5號康元朗屋企燒烤，夜晚11點幾突然接到周星馳電話，話要見佢，咩仲要見面。林子善心入面七上八下。見面之後，周星馳叫佢除衫，原來係要睇下佢身上有冇紋身同疤痕，睇下可唔可以拍戲入面除衫嘅戲份。為咗衝撐場面，林子善指住肚入面盲腸手術留低嘅疤痕，大話呢個係俾長刀斬傷。周星馳睇穿佢嘅大話，但係冇發火。呢段情節後來完整留喺正片入面，紅爺呢個名就咁誕生。林子善憑呢個角色踏進演藝圈，正式展開銀幕生涯。5年合約，戲份少，但恩情重。完喜劇之王之後，田啟文同林子善講，周星馳想簽佢入公司，林子善唔諗咁多就開心咁簽咗5年合約，每個月人工8000到12000港幣，喺嗰陣算係幾唔錯。佢以為自己係周星馳星輝公司嘅合約藝人，之後佢陸續參演少林足球同功夫戲，入面都係演小流氓、惡霸細路呢類角色。5年合約期入面，佢累計出鏡戲份先得10幾分鐘。5年合約完咗之後，林子善挨咗足足3年事業空窗期，冇戲拍，冇收入，淨係可以留喺屋企打機度日。最落魄嗰陣，佢會專登將銀包擺喺屋企台面，等阿爸阿媽見到佢冇錢，再偷偷俾錢入去。佢自己都話好丟架。嗰段時間，女朋友叫佢出去應酬，但佢連出街市嘅錢都冇。佢甚至諗過唔撈呢行，出去揾工，面試5-6份工，人哋一見到佢就問係唔係電視台整節目偷拍，跟住就話我請唔起你。後來有朋友介紹佢去一間賣 hip hop 衫嘅鋪頭做售貨，時薪15蚊。反觀從前拍一組戲就有2-3千蚊收入，
落差之大可想而知。但林子善當時唔知嗰5年合約期，實際上俾佢共同出糧嘅係田啟文，係田啟文貼錢養住佢。周星馳幾年先拍一部戲，嗰5年入面田啟文俾林子善嘅人工好多都係自己掏銀包貼出嚟，每年人工加幾多都係田啟文默默安排。林子善直到離開公司嗰日，先係由其他員工口中得知呢個真相。仲有一件更令人感動嘅事，合約完結之後，林子善事業陷入樽頸，一度轉行做售貨員。嗰陣周星馳透過田啟文每個月資助佢8000蚊生活費，維持咗大約5年。10幾年前，每個月8000蚊係一筆唔細嘅數。林子善好多年之後先知道件事，對呢位隱形恩人滿心感激。後來佢接受訪問講起田啟文，忍唔住喊出聲。有幾年佢係蝕住錢養我，呢個秘密我收埋20幾年。3. 星爺嘅另一面，被誤解嘅溫柔。好多人眼中，周星馳就係片場暴君，幾向太烈5宗罪。洪金寶話佢目中無人，王晶就話拍少林足球嗰陣佢已經變做片場暴君。圈內人鬧佢對作品要求極之嚴格，一場戲可以拍50次。但喺林子善眼中，周星馳完全係另一個樣。佢喺訪問透露，周星馳其實係一個唔多中意講嘢嘅人，但只要你敲佢道門，佢就會講好多嘢，傾漫畫，傾功夫。佢特別中意周星馳笑點好低，幾好玩，好中意整蠱人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周星馳極之尊師重道。拍功夫嗰陣，劉鎮偉導演來探班，周星馳即刻叫林子善過去，話叫師公，呢位係師公，你對佢要有禮貌，唔好亂講嘢。佢對袁秋、袁華都係發自內心咁敬重。林子善仲話喺片場，周星馳會主動同幕後基層人員打招呼，好似劇務阿昌、通宵戲見得淨係主創有飯食，佢一定會請成個劇組所有人食飯。呢啲細節外人好少會知。林子善跟咗周星馳5年，從來冇喺外面講過星爺半句壞說話，形容周星馳係教識佢造反自己嘅師傅。呢份敬重維持咗26年。4. 攞獎叩謝，知恩圖報最好嘅寫照。2005年，林子善過檔 TVB 做合約藝員，陸續拍咗《奸人堅》入面嘅金錢豹、學警追擊嘅黑社會小混混喇叭、鐵馬尋橋嘅顧宇良、怒火街頭嘅米佐治、城寨英雄嘅不得呢啲角色。咁多年落來，佢好多次入圍飛躍進步男藝員同最佳男配角，但次次都同獎項擦身而過。直至2023年，入行25年嘅林子善終於憑《隱形戰隊》入面嘅喬大女第一次拎到最佳男配角。上3分幾鐘嘅多謝感言，佢特登提到周星馳同田啟文，就算負責頒獎嘅朱咪咪用手畫圈叫佢快啲講完，佢都冇理，仲叫大家唔好催佢，因為一生人可能得呢一次。呢一季唔係靠星爺嘅電影攞獎，而係感念周星馳發掘提攜自己嘅知遇之恩。台下好多人唔知，短短幾分鐘致辭背後係20幾年嘅堅持。太多藝人靠周星馳扶持一夜走紅，名利盡收，但大部分人只係將周星馳當做上位跳板，紅咗就自己出去鬧，成名之後就開口講條件，站穩陣腳就專登同佢劃清界線，甚至鬧佢不近人情，係片場暴君。林子善一個跟隨星爺多年，從來唔講半句閒話。頒獎禮完咗之後，林子善接受訪問話，佢會打電話多謝周星馳同黃子華，都知星爺唔中意應酬食飯，好多嘢放喺心就得。而家42歲嘅林子善已經考到健身教練牌。2018年同圈外太太 Carrie 結婚，2019年女兒林以晴出世，2025年仲有《黑白潛行2》、奪命提示呢啲作品準備推出。由16歲被周星馳一眼睇中嘅屯門後生，到41歲喺 TVB 頒獎禮雙膝跪地感恩嘅最佳男配角，林子善用26年證明一件事：知恩圖報就係回報伯樂之遇之恩最好嘅方法。呢一季將感恩帶得演繹得淋漓盡致，歲月沖唔甩嘅謝意，既係報答伯樂嘅提攜，亦都喺浮華嘅娛樂圈顯示出難得嘅本心。